主啊，2025年5月15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。耶路撒冷的住民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87篇第1到第7节。诗篇第87篇，可拉后代的诗歌。上主伫锡安起造家己的城，上主喜爱锡安的城门，也过以色列拢总徛起的所在。上帝的城啊，遐个通夸耀的事，是指你讲的。我要将埃及甲巴比伦列入捌我的民族内面，看菲利斯泰尼、古实，因逐个拢伫遮出世。关系锡安人要讲，即个、迄个拢伫遮出世。志愿者要亲身，互锡安永远坚固。上主召万族来登记的时，伊会记录讲，这人出世伫遐。唱歌的、跳舞的，拢讲，锡安是我福气的源头。耶路撒冷的住民，伫全世界所有城市中间，上帝只有独独记耶路撒冷讲，上主伫圣山起造家己的城。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，锡安山正做上帝立根基的所在，也是上帝所喜爱的城。世界上有遮尔济所在，为什么上帝独独选择耶路撒冷？这个地点毋但简单远离地中海沿岸通商之路，而且欠缺水源。夏季的时，烈日炎热；冬季的时，寒风冷冽。即搭的地形充满岩石、崎岖恶行，显然毋是一个容易徛起的所在。安尼，耶路撒冷到底有啥物特别的？伫犹太的传统，耶路撒冷是亚伯拉罕准备甲囝儿以撒献祭予上帝的所在。当雅各改名做以色列了后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受称作是以色列人，后来建立以色列国。大卫王用耶路撒冷做首都，所罗门王伫耶路撒冷兴建圣殿，互这座城市拥有崇高的地位。因为安尼，一讲到以色列人，真紧就会联想到耶路撒冷。总是当以色列人远离上帝，拜偶像、犯罪、败坏，互上帝伤心愤怒的时，上帝容阮巴比伦人来毁掉这座虚有其表的城市，烧毁其中的圣殿，搁互犹太人受掠到巴比伦。耶路撒冷毋简单是一位地理的名词，搁较是上帝所竞选、临在和掌权的国度。既然是顺服上帝的人民，拢是耶路撒冷的公民。毋仅安尼，今日诗句中所讲述耶路撒冷的荣耀，是诚侪万国的母亲。顺服上帝的万国，拢是耶路撒冷的公民。上帝是耶路撒冷的君王。换句话讲，万国拢是上帝的公民。可见，受击败，毋是通过武力，是通过改变信仰。以色列的受敌变成拍败伫耶路撒冷君王面前的公民。新约记载，耶稣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，这城也是耶稣祈祷死亡甲搁活的所在。伫终末的日子，新耶路撒冷要对天降落，
一切拢更新。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，基督要坐点宝座执掌王权。安尼，当咱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做咱生命的主，咱也是新耶路撒冷的公民。故耶路撒冷是上帝竞选的所在，是大君王的城市，是以色列王朝的首都，是上帝殿宇所惦的地方，是弥赛亚做王统治的首都，代表以马内利上帝甲人同在的意涵落实的所在。总是新耶路撒冷，搁较是代表一个全新上帝继续掌权、统管、搁存到永恒的圣城。今日，当咱称颂上帝是永恒的生命，咱就已经活踮上帝掌权的新耶路撒冷中间，是顺服上帝掌权的新耶路撒冷公民。默想，活踮上帝临在甲掌权有偌尔幸福，也是无尽的约束力。活踮上帝临在甲掌权是偌尔幸福，也是无尽的约束力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你所临在掌权的地方，就是我的耶路撒冷。迄毋是地点，是关系。帮助我常常伫悔改中转来到耶路撒冷，只有伫你面前，才是我幸福的保障。多多活出你的心意，是我生命的荣耀。我心充满感谢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